节大家平安。咱同齐要来敬拜俄罗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哈利路亚！咱去来唱一首诗歌。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咱们的日子，咱们的日子，变化的形式，变化的形式。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们的日子，变化的形式。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咱们的日子，咱们的日子，变化的形式，变化的形式。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们的日子，变化的形式。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咱的日子，咱的日子，变化的形式，变化的形式。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的日子，变化的形式。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感谢。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咱们的日子，咱们的日子，变化的形式，变化的形式。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们的日子，变化的形式。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咱的日子，咱的日子，变化的形式，变化的形式。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的日子，变化的形式。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亲像耶和华，我的故乡青山哟。我爱了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心心敬拜耶和华。万公的公，万王的王，我盼了你的工作间。在今在，因我的主都够你，看得尊崇爱领呀。我爱了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的故乡青山哟。我爱了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心心敬拜耶和华，万国的国，万王的王，我盼了得你国作见，站在定在，因我的主动动你，看得尊崇爱领呀。万王的王，我盼了得你国作见，站在定在，因我的主动动你。
亲像耶和华，我歌舞向主颂扬。我爱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心心敬拜耶和华。我爱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歌舞向主颂扬。我爱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心心敬拜耶和华，我心心敬拜耶和华。感谢天父，你永远甲阮同在。主，你的慈悲，你的信手，日日引带我。因为你是疼阮的天父。主啊，听阮会当有我滚你的心。你在听我的天父，伊永远袂放下我。有你的听通甲我美丽，我知影伊真关心我，我知伊真关心我。有一位听我的天父，我永远袂放下我。有伊的听通甲我美丽，我知影伊真关心我，我知伊真关心我。虽然有危险困难，嘛有悲伤甲失落，只有你是我的依靠，我知影你拢会看顾，我知你拢会看顾。因我阮你心，让心里听无比。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有一个听我的天父，伊永远袂放下我。有伊的听通甲我美丽，我知影伊真关心我，我知伊真关心我。有为人艰难，嘛有悲伤甲失落，只有你是我的心，让心里听无比。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因我滚你心，让心里听无比。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因我滚你心，让心里听无比。我爱你，我的天父，
疼。早时我有可能唔捌你，总是我有这个机会，伫咧福音讲传的时，你用你的疼来吸引我。原在阮每一个人记得你，是伫无共款的境遇。有人伫妈妈的腹肚内面，就来认捌你；有人是经过大风大雨，经过人生的折磨，才会当来认捌你。主啊，原知你是疼，你用你的疼吸引我。我们向主讲，我爱你，我疼你。主啊，求你来吸引我，互我会当挖掘你的心，佮来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伫你的疼内面来享受，我们伫你疼内面来见证。主啊，你是阮的一切，因为你捌做阮的关台，伫患难的日，做阮刀片的所在。阮逐人要唱歌来学乐你，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慈悲怜悯的上帝，是阮永远的天父。主啊，我天天敬拜，愿意会当正做芳芳的祭，献到主你的面前。台湾人总是真少甲人讲我爱你，我疼你，总是伫主的内面。我们勇敢壮大，我们借着诗歌来表明阮对天父的爱。主，我感谢你拣选我，主，我感谢你，我安尼感谢祈祷敬拜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耶和华保护皇德的人，我到伫卑微的地位，伊就救我。我的身份啊，就归伫你安息的所在，因为耶和华用大恩款待你。现这咱即时请起立，咱来念圣诗第307首《人权首》。
咱即时，请咱兄弟咱大家做伙来祈祷，至诚疼痛阮的天父，以及主耶稣，你安尼生疼阮，赐阮遮尔啊大的恩典，会使甲兄弟姊妹组织伫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你，这是阮上界大的福分。阮知影通去珍惜。检采有时，阮常常咧祈祷的时阵，常常毋知影家己所求的是啥物，但你的恩典归蕊伫阮的心，用阮所毋知影的土气来替阮祈祷。阮伫遮来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按时，咱来启应，请拍开诚信诗后壁面启应文第35篇，第1061页。我来启，请兄弟来应。我的囝儿，就听老爸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得我的话，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记。毋通去杀智慧，伊会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就领受我的话。我有指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以上，咱作接，咱要请同心团契来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若是有你伫我生命中》。
咱即时，咱做伙来共修上帝的话，请拍开来去汉字本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第40节到52节。第40节，天仔渐渐大，日子永昼，智慧充满，上帝恩典甲伊之地。41节，当年搬过节的时，伊的父母去耶路撒冷。42节，到伊12岁的时，照节期的例，拢上耶路撒冷。43节，节期已经明白。伊到期的时，边仔耶稣要带伫耶路撒冷，伊的父母毋知。44节，拍算伊伫东行的人的中间行一日的路站，才伫亲情甲相捌的人的中间找伊。45节，找无着，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伊。46节，3日后找到伊伫殿里，坐伫遐先生的中间，也伫听，也伫问。47节，听伊的人拢奇怪伊的聪明，甲伊的应答。48节，父母看见伊就戇了，伊的老母对伊讲：“囝，你啥事安尼款待阮？你看。”你的爸甲我伤心找你。49节，伊甲伊讲，啥事找我？才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吗？50节，因袂晓得因所甲伊讲的话。51节，耶稣就教因落去到拿撒勒，来成全因。伊的老母将这话拢记伫心内。52节，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以上。即时，咱请起立，咱斗阵提念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领受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相亲像，是讲你着领受你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由我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较听你，你若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这项要应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接着，咱要请咱林牧师来为咱讲道。今仔讲道的题目是基督信仰的教育甲传承。礼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用真欢喜的心，会当同心聚集伫上帝圣殿。伫这时阵，毋知咱坐伫上帝的家内面，咱的心情有喜乐无？感谢主，过去的年日，咱也想着过去5月中开始，迄种的紧张，互老遮个因疫情的关系，互人无办法真自由来进入伫教会。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我相信咱每一个人也拢伫中间伫咧思考即个生命的价值甲意义，更加互咱伫即种真安静的时，互咱家己面对面甲主来对话。咱今仔日也是教育事工纪念主日，也就是过去传统的主日学纪念主日，主日学纪念主日。
一般信徒若讲到主日学，拢会感觉讲啊，就是囡仔啦，吼，儿童主日学。其实伫信徒的中间，无分大小，逐个人拢需要一直伫咧接受信仰的栽培。所以伫教会中间有针对囡仔的教育，嘛有针对青少年，嘛有针对成人、老大人才的教育伫咱的中间，透过团契或者的组织，咱每一个人的中间伫咧培养对上帝更较深的明白。有一句话讲：活到老怎么样？学到老。所以毋若是伫社会顶面的栽培、学校的栽培，咱伫信仰顶面的栽培，有原是抱着安尼的心，活到老，学到老。所以透过今仔日这段经文，咱来思考家庭以及教会伫信仰栽培教育这顶面或者的责任。另外，咱嘛来思考自我的教育，咱是毋是一位受教的基督徒？或许有教育的机会，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咱是毋是一位受教的基督徒？我们说受教。先知以赛亚安尼甲上帝祈祷讲：主啊，逐早起求你来叫醒我，叫醒我的啥物？叫醒我的耳孔，互我会当来听，亲像一个受教士的人一样。希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用这个目标来迈进，互咱的耳孔拍互开，目睭剔互开。更较重要是咱心灵的目睭会当来看见上帝，心灵的目睭会当望到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警调，甲遮的呼召，要爱咱诚做基督徒，伫咱的一生的年日中间，咱要活出什么种的调命甲使命，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呼召警调阮，诚做上帝你的囝子，互阮逐早起的时阵，阮就意爱听着主你的话。求主你逐早起来叫醒阮的耳孔，互阮的耳孔会当进入的是上帝你的话语，煞会当伫阮的心灵的中间来做栽培培育的工程。主恳求你，也互阮时时诚做一个受教的基督徒，愿意互上帝你的灵常常来看教阮，也愿意伫教会这个大家庭的中间来彼此学习，来接受真理的教导。伫每一届伫阮听上帝的话，接受真理的训练的时阵，阮更较重要是愿意活出安尼的信仰。求主帮助阮，互阮的心常常拍开心门，迎接主耶稣来进入伫阮的内心。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讲到教育，真两个字，提到教育这两个字。一般咱就是想到学校的教育，比较偏向的是知识性的栽培顶面。特别是咱台湾的学校、台湾的家庭，拢真注重囡仔的教育，特别是知识顶面，特别是囡仔的成绩。总是伫这个过程中间，检查较缺乏的是在这个灵性的培育。一个人的生命，除了有身体长大顶面的需求，以及心理顶面的需求，人还有一个专注，就是灵性上面的成长。什么叫做灵性？灵性就是一个人伊甲创造主的一个关系。教父奥古斯丁伊讲过一段话，伊讲：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人的灵魂里留下一个像上帝的形状一样的破洞，因此，只有当人找到上帝的时候，才能弥补心灵的空缺。意思就是讲，当上帝伫咧创造人的时阵，伫咱人的心内有一个缺口，心灵上的缺口。这个缺口是人无办法用物质、用看会到这个代志来甲伊完整，来甲伊圆满。这个缺口只有创造咱的上帝会当来满足咱。所以诗人有安尼讲，我要以耶和华为乐。啊，咱看到保罗伊的话讲，就算伫这个欠缺的所在，就算伫这个贫穷、夭饿的中间，
伊有缘安那会当持续，因为上帝稳定教育咱用。所以伫即个欠缺的部分，并毋是咧讲遮个物质、财富、遮个顶面，咧指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你真正的需要是啥物？伫教会中间，咱嘛看到教会本身的存在，就已经有教育的功能。咱看一场的礼拜，伫一场的礼拜中间有偌济教育伫中间，对伫服侍人员态度的培养，这嘛是一个教育。咱拢有在交代训练、防疫的训练，这就开始一个教育。对人的态度、平安。教导囡仔、青少年，这就是一个教育，礼貌的教育。礼拜圣歌队的吟诗，礼拜六嘛有性格的教育。咱会众嘛有教育，一开始咱拢安排一个领诗的人，逐今仔日要念的圣诗，安那带咱吟一摆，特别有时无熟的诗歌，甲咱小可指点一下。这嘛是一个会众唱歌的教育。所以，伫一场礼拜中间，偌济教育，然后无私的讲道，有信仰的教育。所以礼拜统整来讲，偌济教育中间，然后伫咱的教会，佫有关怀的教育的培养，要怎样去关心人？宣教、传福音顶面，嘛有遮的训练实际的操作，佫有咱的儿童主日学，咱的团契顶顶。团契有同心团契，有商人团契，有青少年团契，佫有咱的儿童主日学，这拢是咧栽培、咧训练咱每一个信徒的信仰。总是伫即个训练的中间，并毋是干那知识，不是只有圣经神学的栽培，佫较重要是信仰要怎样甲伊挖出来训练。所以伫教会中间包含圣经神学、圣乐。服务、服侍、传福音，等等才会教育。所以若讲到教会亲像什么？有时阵教会嘛亲像学校。咱知影早期的宣教师，当因来到台湾的时阵，所看到是台湾人当时的社会欠缺教育甲医疗嘛，所以会对教育百姓的即个部分开始，然后医疗方面来安那来着手。所以咱看到伫咱北部。某遮基督教的学校，基督教的病院，就是早期宣教师，因看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存在，伊上重要是啥物？就是伊要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家斐斯塔洛奇，伊认为教育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终极目标，就是要培育出一个整全的人。什么叫做整全的人？整全的人就是完整的一个人。一个人伫身心灵会当有一个平衡的发展。咱若看到很主席，真侪人检测伫个精神顶面有欠缺，心灵顶面安那忧虑欠缺。咱就知影讲，一个人要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的发展，是非常的无简单。所以基督教的教育，咧培养的是人要怎样来分享生命。所以是一种生命的培育。其中，伫即个过程中间，若讲起来，上重要的是家庭的教育，因为家庭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甲模范。特别伫信仰的教育，佫较重要是爱落实伫家庭的中间。伫箴言22章第6节，咱做伙来读来，教育囡仔。着用读字的法，就医到老也无歪错。教养孩童，使他走什么样？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咱有阿门一句话。咱来看到咱的囡仔、子孙，伊若有上帝道理栽种伫伊心中，咱就感觉安那心较安心。总是我知嘛有真侪兄弟姊妹，因的囝儿逝世，就是安那甲伊邀请，安那带，就是无要来教会。你的心内嘛看虑，是毋是安尼？所以你咧看虑什么？你咧看虑什么？
我相信，我想咱咧看女士，当伊毋捌上帝的时阵，伊的生命要怎样伫人生搁遐尼长的路站中间来克服真侪遮的艰难，要怎样来得到迄种的完全的平安甲健康伫伊的心理的顶面。所以咱的囡仔，你若感觉讲伊拢伫教会，你拢感觉足安心的。今仔日的经文，咱就看到耶稣的父母真注重宗教信仰的教育。经文描写讲囡仔时代，耶稣这个少年时代，今仔日经文讲就是耶稣伫伊少年的时代12岁的时阵所发生的代志。这是唯一圣经一个所在咧讲到耶稣少年，这个青春期的时阵的一个记录。咱若读到，会感觉讲哇，哪会遮尔奇妙哪会遮尔？这个囡仔太伫12岁的时阵，就知影要伫教会、要伫圣殿的中间来追求真理。今仔日的经文描写讲，婴仔渐渐大，日子永驻，智慧佮充满，上帝的恩典甲伊伫地。哇，咱来看到婴仔渐渐大，这是人生理上面一个自然成长发展。总是囡仔要到会当永驻，这就无一定嘛有的囡仔可能一寡病痛来陪伴，日子会当永驻起来。然后佮安那，佮伫伊的智慧佮会当充满，佮较安那，佮较有上帝恩典甲要伫倒。哇，即种的境界，咱看到耶稣伊完全是一种生命丰盛整全的一个境界，就是咧讲出耶稣伊有健康的身体、心灵、灵性。这是毋是咱感觉一个真完美的一个境界？今仔日经文讲，当耶稣12岁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父母带伊去耶路撒冷守节。当即个节期守满了后，父母就要转去啊。因就想，这主人想讲囡仔就主人对因嘛，父母就要转去啊，要回城转去厝里。哇，行到一半。却发现耶稣哪会无伫中间，所以因就活倒转，要转去到伫耶路撒冷去找耶稣。却发现耶稣伫啥物所在？伫圣殿。无像咱即马话父母找囡仔是爱去网咖找囡仔，爱去无声色的这个娱乐的地方找囡仔。咱这是咱看到耶稣，伊却伫圣殿。那耶稣伫圣殿在做什么？伫今仔经文40、60讲，咱做伙读来。3日后，找到伊伫殿里，坐伫遐个神仙的中间，也在听，也在问。伊坐伫老师教师，安那伊坐伫中央，伊一面听，有问题伊就一面问。哇，12岁是啥物种的阶段？咱会当想象，咱的囡仔若12岁，可能即马是国小6年级、国中1年级，伊常常就逐不时拢做来教会，爱找牧师、找长老、执事伫遐咧讲真理、讲圣经、讨论信仰。哇，你感觉即种囡仔现在敢有即种囡仔？可能嘛有也许会有。总是咱嘛在想讲，台湾社会遮尔注重功课，你逐不时囡仔就爱去教会，囡仔的功课要安那？咱做父母嘛，可能有一寡的疑虑。总是咱看到耶稣，也在听，也在问。所以当父母看到耶稣坐伫遮个教师的中间时阵，父母的反应是怎样？这段经文就甚至嘛，把父母的心拢讲出来。咱做伙读第48节，父母看见伊就戆影，伊的老母对伊讲：“囝，你啥事安尼款待阮？你看，你的爸甲我伤心找你。”父母嘛表达因的心情是安那，伊讲：“耶稣啊，囝，你怎么会这样对我们呢？你要留下来也都没有先跟我们讲。你看我甲爸爸。”足伤心，伫咧找你诶，是很焦虑，也很伤心诶。可是你无去呢？
父母心啦，吼，即段咱看到父母心，咱捌找过囡仔，所以咱就会当同理当时耶稣的父母因的心。总是伫迄个时阵，耶稣怎样回答？49节讲，咱做伙读。伊甲因讲：啥事找我？兼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吗？哇！耶稣的回答还真的是很有道理耶，理所当然。讲为什么要找我？啊，我就在教会里，就在圣殿里面啊。我不是应该要在神的家中吗？若是你的囡仔咧甲你回答，你会安怎回应？所以耶稣讲，为什么要找我呢？我就在耶稣的家中，在上帝的家。你讲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华语的翻译的讲，我以天父上帝的事为念。所以耶稣这句话的背后指出，伊指出伊一生工作，伊一生服侍做代志的关键，就是抓上帝的事做第一位。让上帝居生命的首位，这是耶稣伫12岁就有的心志。所以，伫少年的耶稣，透过40节到52节，咱特别当看到耶稣少年耶稣伊身心灵一种整全圆满的发展，渐渐大汉、臃肿，佮有智慧，佮有上帝灵甲伊同在。所以特别52节安怎讲？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安怎哪听伊？这句话咧指出人际关系的原理，真好的人际关系，因为上帝嘛听伊，人嘛介意伊。所以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伊？这句话，咱常常若咧祝贺婴仔有无？是满月还是周岁什么吼？真侪人真爱用这句话来祝福婴仔，因为咱毋望婴仔长大的过程就亲像耶稣，身躯日日臃肿，然后智慧年岁哪加天，佮得到人甲上帝的疼惜。所以一个人，当伊伫身体、身躯、心理、灵性，拢有平衡的发展、健康、美好的成长，安尼伊会当活了健康、平安，佮有喜乐。所以基督教的教育，基督教的信仰教育，就是要帮助人会当忠诚到这种的款式。伫遮提出4点：第一，人有伫身躯顶面、身体顶面的成长，身体是上帝创造，人爱尊重、爱保护、爱疼惜、爱保持圣洁，毋通去甲伊毁坏。天天在你细汉，伊即马5岁，自伊3、4岁开始，我就拢甲伊讲一句话，讲你要保护你的身体，你爱尊重，嘛爱尊重别人的身躯，保护自己的身体，袂使互人黑白摸。一寡的话，咱爱自细汉就甲囡仔安那，甲伊教导，你要保护好你的身体，疼惜你甲别人的身躯。伫哥林多前书经文安尼讲，敢毋知恁是上帝的，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嘛。所以为什么咱爱尊重咱的身躯？因为咱的身躯是上帝的。第二，精神顶面的成长，有一位神学家讲，一心追求将神排除在外的学问，这不可能成为完整的知识，只不过是残缺的教育。这句话真非常的严肃哦。如果有一个人敢若一直咧追求，总是甲上帝排斥伫外面的学问，安尼嘛无办法成做完整的一个知识，不过是残缺的教育。咱看咱的教育，过去郑捷捷运杀人事件，为什么一个亲人的朋友，伊会出遮的问题？如果咱的教育是真完整，照你讲，真侪代志是走上轨道的，都是伫即个过程，咱嘛发现，即个教育
的方式，嘛，互真侪囡仔失去因家己，因的自信，因的自我实现，真做另外一个伤害或者是残缺。咱看到犹太人真优秀的一个民族，为什么因会安尼？因为因真重视宣马的教育，宣马意思就是教导上帝话语的教育。宣马原文的意思是讲，以色列人，恁着听。咱看到咱的圣经旧约真侪拢讲，以色列人你着听。所以一个人的耳孔是要接触真理一个真重要的器官。所以为什么咱讲常常胎教有无？你甲囡仔讲话，放音教，囡仔着听着。你毋是伫内面，你哪知伊会听着？但是听觉是很灵敏的。为什么讲一个人要临终，他过身了后，他最慢失去的是他的听觉。所以当伊心跳停止的时候，当咱围伫伊的身边，嘛毋通讲无好听的话，因为伊的耳孔佫有听到。所以一个人的听觉是最后消失的一个生命的能力。当犹太人伫囡仔真细汉的时阵，就开始教导背上帝的话，读上帝的话。所以安尼讲起来，咱的主日学教育，儿童主日学教育有真重要，真重要。咱的老师有真辛苦，真辛苦。咱的父母做阿公阿嬷，做爸爸妈妈真辛苦，逐礼拜就为着要互咱的囝儿、囝孙会当持守伫即个信仰的道路，所以咱愿意安尼不断伫遐咧，甲因带来伫教会。第三，人格顶面的成长，一个人的部分，佫有人格顶面。人格顶面是指一个人，伊伫咧发展出社会会当适应社会的能力。有的囡仔咱看讲，伊着读册好势，为什么到伫工作了后，他承担不起那个压力，承担不起社会复杂的这个处境，有时伊嘛会破病，有时伊嘛会做软症，就是表示伊的社会适应力这个部分还佫有欠缺。所以一个人要安怎栽培到这条路会当真顺安尼到大汉，我相信毋是遐尔简单，需要真侪环境伫咧栽培，特别伫教会中间。所以人是群居而非独居，所以既然是群居，咱人就爱建立一个人际关系，学习甲无共款的人的相处，学习体人来接触。所以这个过程拢是伫咧学习十字架的道理。最后一个就是灵性顶面的成长。什么是灵性？咱常讲灵命灵性。灵性就是讲一个人伫逐种甲人、甲上帝、甲土地、甲代志相处的关系中间，会当达到一个平衡的最佳状态。所以这个根基在佗位？在伫人甲上帝的关系。过去伫牧会的迄个中会有一个女牧师，伊去到以色列去参加研习会。伊去研习会了后，回来就甲阮分享讲，伫以色列的青少年伊看到的吼，伫迄周末拢无咧耍手机啊呢。然后伊即个牧师就甲问讲为什么？因讲啥物？因遵守安息日，嫌即项事，因嘛安尼甲伊遵守。所以这已经是足侪年几年前啊。迄个时阵，以色列的青年，伊所看到，可能甲因做伙的青年，就是安尼的表现。前美国总统林肯是一位真伟大的领袖。有评论家安尼评论他说，在林肯身上并没有成为伟大领袖的条件，但是上帝赏赐他2样东西，这2样东西造就他的成功。第一个是他的贫穷，第二个是他有信仰敬虔的母亲。所以这2项事，善用的环境嘛咧培养一个囡仔伊的韧性。伊面对艰难的能力，一位信仰坚定虔诚的老母，为伊祈祷，细汉就开始栽培伊的信仰，
当伊还毋捌字的时阵，就开始读圣经，互伊听。所以讲起来，家庭的信仰回归到信仰教育，上重要就是咱的家庭。信仰袂遗传，有一句话讲：上帝没有什么，没有孙子，只有孩子。所以，当然到伫家庭上重要是咱做时代，咱以身作则，活出信仰的榜样。身教、信仰，毋是你甲讲偌济，包括咱伫教会的囡仔、青少年，嘛是伫咧看咱的模范，咧看咱的榜样，伫咧学习。所以今仔日经文，亲亲来提醒咱，来思考，也看见。家庭的教育、父母的教育，对伫囡仔的信仰教育是第一位会影响咱。所以对伫今仔日父母带耶稣做伙上耶路撒冷守节，这个行动，咱看出父母以身体力行来实践信仰行动，迄种的模范。然后咱看到少年的耶稣，伊坐伫圣殿咧学习，伫遐咧学习真理。自细汉伊就明白爱用上帝的事做第一位，来显明伊心中对上帝的疼。所以这就是一个家庭教育的成功，父母活出信仰榜样的一个真水的一个见证。当咱伫今仔日领受这段经文了后，望咱定心来思考，伫咱所会当做，咱要怎样来成做咱家庭的一个祝福。检采真侪艰难，检采咱有真侪阻挡，袂要紧，咱甲遮个代志，上重要是放伫咱的祈祷中间，先用祈祷的心，圣神会做工，一项一项突破，才会过哩，突破才会艰难。所以即个时阵，邀请咱也用祈祷的心，将咱的艰难放伫主的面前。一句话安尼讲，留财产予下一代，只不过是小小的钱。教育因，你将好的教育予因，只不过是个较侪一丝的财产。总是唯有留下美好的信仰，才是上大的产业。来，咱做伙读这段话：留财产给下一代，只是小钱，教育他们是多一点的财产。留下美好的信仰，才是最大的产业。留下美好的信仰，才是最大的产业。因为咱的囝儿时势拢伫咧看咱，怎样咧敬畏上帝，怎样伫咧听上帝，怎样伫咧服侍上帝。咱做伙用这首圣诗195首，我的心是土地，来吟出咱对心中对伫基督教信仰的教育的一个，伫咱心中的一个期待。咱同心来祈祷。伫这个时阵，咱为着咱的家来祈祷，检采伫咱的教育、信仰的培养的过程，咱要顾有
无奈的所在，犹佫有真艰难的遮个难处。咱囥伫祈祷的中间，咱为着遮个事来祈祷，对上帝悠远、持续不断的挖靠的信心，求主为咱备办迄种人时地利上水的时间点，互咱的家会当一人得救，全家拢通得到救。咱为着咱的办恩，伫咱的家中间，安尼信仰教育的责任，才会角色，咱来祈祷，求上帝互咱开力，互咱智慧，咱同心开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伫你面前恳求你，主啊，为着阮的家来祈祷，主啊，互阮伫阮的信仰的道路顶面，会当将水的模范留伫阮的囝子，囝子来看到阮水的遮个模范，活出信仰真实的遮个道理。听上帝的心，伫逐个家中间来活出，求上帝搁一摆，将即个艰难的事，主求你借着你的信心的开力来为阮突破，主阮搁一摆，会当借着遮个倚靠上帝的信心来突破难难。主啊，恳求你，互阮搁一摆，路就教会，会当单三，伫主你的道理顶面来得到培育造就。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当阮伫今仔日经文看到12岁少年的耶稣，伊就会当安尼来渴慕上帝你的真理，伊就安尼会当来明白晓悟，伊一生的吊命就是要掠上帝的事，做伊的第一位。主，阮恳求你，互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家，伫咧办恩即个信仰栽培教育的即个角色。甲责任的时阵，求上帝你赏赐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安尼的气力甲智慧，内心家己徛好在，有根基，为着囝儿事实，为着家来祈祷。主啊，真侪艰难的事，阮犹原囥伫你的面头前，求你双手来扶持帮助，赞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气力。检测伫艰难的中间，阮犹原无失志，无失了对上帝你的听甲仰望。恳求你，互阮泸州教会家家户户会当看到得人哪喜。主啊，互一人得救，全家来得到救。互阮泸州教会得到上帝甲人日日来哪听伊，互即个教会的身体也哪来哪长大。日日来得到用助，有上帝你的稳定甲智慧，甲阮泸州教会同在。献上我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咱请起立吟神圣诗第502首，吟全首。
请坐。或者咱来奉下，请出现的同工出席服侍。请起立。请兄弟，咱做伙来读咱今仔日的要句。咱要句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52节。咱台语的，咱读2摆。耶稣的智慧甲智慧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耶稣的智慧甲智慧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路加福音第2章52节。过来，咱要来做新朋友，咱今仔敢有新朋友？好，咱来做咱会务的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是台北中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大岛奉献支持宗教教育事工的推行。第2项，咱本会信德奖学金的申请，请有符合资格会使向教会干事提出申请。第3，咱教会各团契伫2022年新任的同工圣歌队队长纪丽娟执事，少年团契会长雅典执事，少年团契会长廖美乐，青年团契会长夏炳信，同心团契会长丽珍长老娘。其他同工，咱请兄弟家己过目。第4点，10月份礼拜，10月初3圣礼典主日，10月初10中央敬老感恩礼拜，甲本会双年团契、双年事工主日，以及补庆祝父亲节。10月17两堂礼拜，10月24两堂礼拜，10月31两堂礼拜。第5点，11月初7本会要举行圣礼典主日联合礼拜，请大家会记住是联合礼拜，请大家有备心出席主的演谢。第6点，每礼拜3早经祈祷会，欢迎咱兄弟姊妹做伙踊跃参加。第7，每礼拜4顶下晡10点，咱双年读经班，欢迎双年团契楼顶石楼骹学工，大家斗阵来踊跃参加。下骹就要讲啦。
特别会给报告，咱家己过目，团课消息，咱儿童主日学今日要正式开课，欢迎咱家长带家长带领孩童斗阵来敬拜咱的上帝。你教会二楼，咱有办理儿童营保证金的退费事宜，然后收到信息的孩童家长会使前往领取退费。第二，咱同心团契今仔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咱要伫1楼举行10月份的例会，会员请踊跃出席。第二项，咱伫11月13拜六苗栗东螺赏菊一日游，客友500块，家属其他会友1000块，无导游免费。费用包含着有午餐、暗顿、保险、车主门票。报名请请迄个林翠芳姐妹，甲咱蔡文珍弟兄，含额35人。这人真少呢，这咱木导游紧去招，免钱呢，哦，袂歹哦。第三，咱青少年团契，咱也要举行迄个秋季郊游的联谊，免费参加，交通费自理，是纯踏青啦，无用餐。咱报名请雨欣弟兄，少气请嘉义姐妹。第四，少年团契11月11日拜四。要去新竹南寮渔港，是芳山啊，香山啊，香山吼，香山湿地，这四饼要安怎讲？柿饼观光工厂，柿饼，红旗的旗呐，柿饼，参加少年团契聚会。500块，家属甲其他会友1000块，费用包含有食中昼顿、暗顿、保险、车主报名，请李美丽姐妹10月17报名截止，含额40名，请大家踊跃报名。这看内容嘛是真好，有通食，阁有通耍。好，以上咱具体相通的兄弟姊妹，咱请替名单顶悬，咱遮记录的，咱替带倒。咱伫总会甲中会教界的消息，咱长老教会圣诞的翠烟一盒是300块，有50日，一片6块。咱若有需要要购买，会使伫1楼的公报栏登记。咱今仔日登记要截止，所以有兴趣的等下去登记。以上，咱牧师要甲咱做补充的报告。咱的儿童主日学今仔日开始实体的转来伫教会遮组织伫遮咱嘛真感谢咱的儿童主日学的校长、老师、同工做到遮的兄弟姊妹，拢伫主日学中间伫遐服侍遮的囡仔嘛真感谢真侪家长将恁的囡仔送来伫遮。若要呼吁，就是讲咱的厝里若有囡仔，也是咱的有朋友的囡仔，咱拢会当甲伊介绍来伫咱的儿童主日学。咱这是毋是咱来呼声来感谢咱儿童主日学遮的校长、教育老师、同工遮做教、遮家长因遮的辛苦好，祝福互咱的即个根基会当用透过安尼拍了真知感谢主。现在咱请起立，咱来吟上英尾变诗第新圣诗393首，吟诗刷，请林牧师甲咱祝祷。
领受上帝的祝福。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免。